您是？是我给你打的电话。你的妻子没有生病，我想跟你聊一聊。您说。上个月的27、28号和这个月的8号、9号，您是不是没有回家？我是干 IT 的，出差也是经常的事儿。你说的那些我都记不清楚了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您出差的日子，我老公也会出差，也没有回家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这个意思。这不可能。我和我太太的感情非常好，而且我们每天都会视频。那你现在可以回家看一看。你是说，他们现在在我家里？在你的卧室。对，几家淘宝店我都对比过了，这一家呢是性价比最好的。我把链接发在群里吧，如果大家没意见的话，我明天就下单。运动会只有2周了，我怕来不及。没事没事，钱我先垫着，谁让我是家委会主任呢？行嘞，那咱们随时沟通啊。好，就这样。妈妈是这套吗？呀，对呀，就是这套啊，好不好看？你看啊，女生呢是蓝白格子裙，男生呢是小蓝西装，怎么样？不好看 ，boring， 不够炸。哇，就一个运动会，你想炸谁呀？我要爸爸帮我选，他就懂。爸爸为什么后天才回来呀？爸爸呀，今天晚上就会回来。爸爸！哎呀，我的乖女儿啊，想死我了！哎，乖不乖？爸爸，你来的太及时了，快来帮我们班选开幕式服装。我看看，我看看。哎，爸爸，你不是说要走4天吗？今天才2天呢。爸爸这不是想小巧了吗？所以就提前回来啦。爸爸，你怎么受伤了？爸爸赶时间，一不小心在机场摔了一跤啊。爸爸疼吗？不疼不疼。哎，我看看，特疼吧？那么不小心，哎，算是个教训。做人嘛，就该守规矩。喂，哎，方总，法国总部凯文副总裁今天到上海，明天上午9点全公司大会。啊，好的。舒总升任中国区老总，明天宣布。太好了。哎呀，我说方总啊，下一步就等着喝你的升职酒啦。借你吉言，我会努力的。好，那就这样啊。拜拜。妈妈，爸爸说下周末带我去迪士尼。是吗？哎，林总，法国总部凯文副总裁今天到上海，明天上午9点全公司大会。OK。走了。哎，才几点呀？你就走了呀？
回家做功课，准备打仗。4个小时后，你就是下一任中国区总裁，第一个中国人担任的中国区总裁，恭喜你！林总长，高总长，今天开会是有大事吧？你说呢？还有5分钟，我就都揭晓了。下面有请总部副总裁 Kevin 宣布总公司决议。好的，谢谢大家。上周，中国区总裁杰夫已经退休了，总部经过慎重的研究考虑，决定任命连续3年销售额第1的舒婉婷女士为 SW 集团中国区总裁，同时也是首位中国人担任中国区的总裁。谢谢总部对我的信任，谢谢在座的各位。我们中国区的业绩一直是总部的重中之重，我深感压力，所以我希望跟我们中国区的员工一起，共同努力，一起收获我们共同的梦想。为了提升中国区的业绩，1周前，我向法国总部提交了有关我们中国区的组织架构调整，已经获得了批准。这次最大的调整是在我们中国区设立销售中心，也就是说，对所有的销售业务进行垂直管理。那么，我们中国区销售总监的候选人，当然是我们中国区销售业绩一直领先的林睿、方静。考察时间为3个月，任务达成率是硬指标。90天以后胜出的人，将是我们 SW 中国区销售总监。那一刻，我说不上失望或者惆怅，一切早有预料。正因为舒婉婷已经看清了未来，所以才会未雨绸缪，调一个方静来上海。谁上谁下，都会在竞争中被他打磨得更加圆润，尽在掌握。垂直管理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我和方静，不管谁当上了中国区销售总监，另一个所谓的华东区销售总监将是失败者。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战争。我在 SW 干了10年，华东区干了6年。告诉我，你们跟着我干了几年？3年、5年、5年、8年。2个月，你们跟着我干了3年、5年、8年，我们一起从华东区的8个销售专柜发展到今天的346个，销售额从6年前的1.7亿到今天的8.6亿。我们可以无愧地说，华东区的江山是我们一起拼出来的。这一次如果败了，我会离开 SW， 而你们甘心吗？不甘心。我也不甘心。所以这一次，我林睿为荣誉而战，更是为你们而战。我们跟着你。对，我们跟着你，跟上，对，跟着你。 3个月，时间不多，但是也足够了。我保证，打赢这一仗，除了无上的荣光，你们将得到超出想象的回报。你们每个人都很厉害，都很拼命。正因为你们的付出，我们2部的销售额能和 SW 赫赫有名的王者之师打成平手。我方静真心的谢过大家。但是从今天开始没有平局了。我对自我修养的要求是
宁静致远。但是在职场，我信奉的是这4个字：物竞天择。中国区销售总监只有1个，我方进不喜欢争第一，但是这一次为了大家，我要争。我不在乎中国区销售总监的头衔，我在乎的是跟着我干的人有更好的上升空间。方总，我们跟着你。方总，你忍了这么久，现在是反戈一击的时候了。2步必胜。我对大家有2点要求，有1步的地方必须有我们2步。第2，搞定所有的经销商，不计代价让他们多完成20%的指标。今天开始，我会把所有的权限下放给各位经理，只要能增加业绩，我都无条件的支持。上一个季度的销售额，我们拿下了中国区第1。我说过，中奖。新风里是我对你们的承诺。老大，等您做了中国区销售总监，我们的首付可就都不愁了。老大太给力了，这才哪儿到哪儿啊？别那么容易满足。我也有，已经扣除了你的赔偿。老板，你太好了，谢谢老板。工作吧。老板，超酷！我们晚上去嗨，行不行啊？行，我请客。晚上吃饭就定在小南国，离公司很近。然后酒吧就定在了衡山路的微微酒吧，行吧？行。哎，正好你提醒一下大家，晚上去酒吧多喝点，就别开车了。还有事儿啊？没关系，说吧。我听说这个奖励计划，舒总还没有签字啊。舒总签字呢，就从公司出；舒总要是不签字，就从我个人奖励出。那怎么行？如果没有批，我让大家把钱都退回来。格局大点儿，称霸王磊。我似乎应该感谢你。你做中国区总裁，站在公司的角度，也是一个好的决定。我知道，你一向公事公，私是私。所以，你就向公司总部递交了那份中国区4季度的备忘录。你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个。我知道。可是，你的慷慨却帮助了孟凡，雷亚会提拔他成为你上级，也就是亚太区总裁。但是，这个提案现在还是绝密。我刚刚倡议了你，很难再去阻拦他。雷亚是想借你们的竞争力挑起事端，我也实在是无能为力了。你能理解吗？以前我们都知道，中国区总裁 Jeff， 亚太区总裁，这样是个虚职哦。以前是这样，但是现在，雷亚处心积虑这样做，就是想把这个虚职去做实。总部不信任我。不，你也不要太敏感了。实际上呢，现在就算是总部，就算是有人看好孟凡，也没有人敢轻视你。无论如何，最大的市场现在肯定就是在中国，最好的业绩在你手上。我很赞成你这个方案，通过组织架构调整，让你的王牌销售发挥最大作用，比如方景和林瑞。你不用担心孟凡，你现在只需要忘记过去，着眼未来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谢谢你告诉我这些 ，Kevin。很抱歉，
今年的财年结束，我就要退休了。我刚到中国去的时候，上海办事处只有10几个人，不到1年我们就开了30家专柜。是，那个时候我们都年轻，能干，一连熬3个通宵都没有问题的。你就是那个时候把自己的胃熬坏的。没有你的帮助，就绝对没有今天的我。你知道的。这辈子，事业上的我们是互相成全的。所以以后我就不能再陪着你了。今后的路，你得自己一个人走。我很抱歉。一起喝，一起喝。那边，大家一起，辛苦了。喝口干了啊，干了，来。你们先喝着，我去看一下那画。吃吧，来，咱接着来，来，王总。骰子。老板，我想敬你喝。那尝尝我的酒。再给我个杯子，谢谢。来吧，来，喝一个。你干了。一起来吧！逢酒必干。那这太辣了，太刺激了。刺激就对了，人生就应该刺激啊！再给你来点。少点。别干了啊，这酒烈。那我一点点喝。打俩蛋糕啊！小鱼，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呢？说实话嘛，我希望就是快乐，做自己，并且很快乐。那在你看来，像我这样的人生，算快乐吗？我以前有个助理特别能干，我本来想好好培养他，结果他只干了3个月就坚决的离职了。他说：“老板，我很佩服你，我觉得你很厉害，但是太辛苦了，每天8点来11点走，这样的人生不快乐。”哦，我觉得不对。有句话怎么说？子非鱼，焉知鱼之乐？但是有一点他说对了，我确实非常辛苦。我从一个小小的销售人员到今天靠的就是拼，比任何人都拼。别人在聚会的时候我在做方案，别人在家过节的时候我在陪客户的老婆待产。但是这种辛苦我觉得很快乐啊，可能我就是很享受工作带给我的成就感吧。我过不了那种朝9晚5平庸的日子，或者是在家照顾老公、伺候孩子这种家庭主妇的日子。我带着团队打赢单的那种嗨，他们体会不到的。我看到的世界也是他们看不到的。老板，我再敬你一个。别干了啊！老板，我已经下定决心了，我跟定你了。反正你在 SW， 我在，你走我走。上哪儿去啊你？走？
为什么要早？你觉得我会输？不是，所以到了这个职场，每个人都想做精英，知道为什么吗？只有事业成功，你才有更多的话语权和空间，有更大的成就，赢得别人的尊重。真正的自由就是财务自由和精神自由。如果可以做到这样，连婚姻也不是刚需了。我有一个同学啊，他大学毕业以后第一任务还不是找好工作，他是找好男人。我觉得对于他来说，婚姻就是岁月静好。懂。小女生要求的安全感嘛，找个好男人就岁月静好了。先说那人品好，挣不着钱的，供房供车养孩子，别说岁月静好，柴米油盐几年下来，你买个包他都跟你急。再说成功那一步，有几个是照顾家庭的？你要是脱离社会，能力和颜值都脱没了，你老公不跟你离婚就算是恩赐了。但我觉得也没这么夸张，好男人在这个世界上总是有的。哎，就咱们公司菜菜她老公 IT 男，我们公司的小姑娘最喜欢的。早婚早育早分骨，爱编程爱加班爱老婆。但是这样就能保证岁月静好吗？昨天的新闻你看了吧？新中公司的一个中层被辞退以后跳楼了，他的太太跟他是同学，本来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，后来结了婚生了孩子就做了全职太太，其他的都不干了。现在人到40，你说他应该怎么办呢？不要说过上好的生活，他能把2个孩子养大，照顾好4个老人，已经算他厉害。所以我早就警告过菜菜，别辞职。但我觉得，如果人生不结婚不生娃，总是差点什么。知道我为什么要跟你说这些毒鸡汤吗？不知道。慢慢想。我被老板的理论镇住了。人生要的是什么？尽兴。这背后是拼搏后的酣畅淋漓，是努力实现自我的成就感，勇于担当的责任感。我张小鱼也要做这样的职场精英。回顾自己的职场之路，都会感恩曾经遇到的伯乐。我对凯文的感情，就像张小鱼对林睿，是佩服，是忠诚，是感恩。10几年来，我们配合默契，事业上成就了彼此。可现在，就在我当上中国区总裁的时候，凯文要彻底离开了，而接替他的雷雅靠野心上位，将在 SW 更加推崇内部竞争。未来的公司文化让我担忧，甚至惶恐。可是我告诉自己，既然现在我站在了这个位置，我就会对 SW中国区负责。说完停的下半身，自己买单。仁泰装兴隶属于大型商业集团仁泰集团。仁泰集团的商业版图
覆盖全国20家5星级酒店和15个大型物流中心。董事长金昌茂，上海浙商协会秘书长。集团计划未来3年，在全国建立20个仁泰商业中心。拿下即将开业的上海仁泰中心意味着什么？这个不言而喻啊。但是我现在想知道的是进展如何？这个项目谁在跟？是苏菲。仁泰中心是我们组的重点项目，已经跟进好几个月了。现在招商部已经搞定了，方案也报上去了，正在等回复。报上去多长时间了？3周。3周了，没有任何反应。你就是这么跟重点客户的吗？林总，他们那儿的凤凰楼总太难搞定了。张小鱼，这个项目你也跑过，全面接手。OK， 我的 deadline 是从现在开始10天的时间。好的。舒总，我正在开早会。已经快结束了。好的，我马上过来。散会。哇塞，金棕色哎，狼多肉少，怎么买到的？哎呀，嘉豪碰到的，运气好。嘉豪真有眼光，这个款式只有像您这样的中国区 CEO 才 hold 得住。送给你的。老板，你升职哎，应该我来祝贺你才对。哎呀 ，JK， 这么多年了，我们华东区的销售，半壁江山都是你在顶着的，这一点我心里很清楚。你不仅是我的师傅，还是我的伯乐，没有你哪有我林睿的今天。再说了，今后我还得仰仗您给我机会呢。中国区销售总监的位置，当然是留给你的。只是你的性格要收敛一些才好啊，总要让别人无话可说。我一直以为 SW 最看重的是业绩。是啊，有人说林睿的笑容只有客户才能看得到。不对吧？您也看得到吧？不过就算他们说的是对的，我也不认为有什么问题。OK。但是业绩要好，我们公司内部的人脉你也不能忽视啊。方静她那为人低调内敛，跟你这个霸道总裁的性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，而且也更得人心。那就要看他得到的是什么人的心。哎呀，从性格分析来讲，我了解的林睿应该是追求完美的3号型人格。其实，一个人的样子往往不只是他的性格，更多的是自我的选择。你的那个高冷的弱点，我相信你愿意改。方总，经销商那边我已经全部招呼好了，只要数据好看，一切都可以谈。明白。传统市场的提升空间有限，开辟新蓝海才是最关键的。公司现在在研发新的药妆，大中国区8000亿的美容市场
医美才是重中之重，所以这个口子我们应该布好局。康奥集团这个单子丢了，这个损失一定要补回来。我已经和美思连上线了，我亲自来跟。专柜的口子也不能丢，毕竟目前是主营收入。林潇潇这块资源好，我想让她不用了，我另有安排。行。这3个省你负责摸底，1周的时间，别忘了啊！明面上，你去是例行巡查经销商的。明白。前面的路铺好了，后面的就好办。去吧。老大。这是好事儿啊，干嘛不直接得到舒总的支持呢？你得把前面的路铺好了，才有资格跟老板谈条件呢。还有，最近2部那边你多用心。好嘞。方总，您的意思是我不背任务，是我哪做的不够好吗？只有前锋才是足球明星吗？贝肯鲍尔这样的自由人，他们的价值有多少前锋比得上？那我的任务是向张小鱼取经，3个月，这是你唯一的任务。我会好好盯着他的。桑弟，方总让我来查一下之前签的福州经销案的合同，我们的文件搬办公室不知道混到哪个袋子里了。那行，我们找找。吴总，来，我敬你。小梁啊，用饮料敬酒，太没有诚意了吧？对不起，吴总，我酒精过敏，我喝这个。做销售的不会喝酒，太怂了吧？吴总，潇潇刚入行，他真的不能喝酒。我呢，替他赔罪，我干了，您随意。方总，你的意思，我是在为难你的小姑娘喽？不好意思，接个电话。喂，包总您好。你们先吃着。合同收到了是吗？哪一条啊？吴总，您刚刚说我怂，我不认。
原来你还是深藏一手啊，连你老板都不知道。原来你是喜欢单聊啊。吴总，我还是个新人，很多事我都不太懂。不懂你问我嘛。比如专柜的事儿，你们仁泰集团到底谁说了算啊？别的我不敢说，仁泰我可以肯定的是，当然是我这分管老总说了算。这个答案你满意吗？那吴总，您可得帮我个忙。我就给你们10分钟时间啊，请开始各自的陈述。有这么跟爸爸妈妈说话的吗？还不是你惯的？我的儿子，我生的，我养的，我带大的，我就管，你管得着啊？就是，说的跟自己一点责任都没有。怎么说话的？啊，好了，大家都退一步好吧？难得有时间，大家坐在一起吃顿早饭，时间又那么宝贵，有事说事啊。你还知道好不容易聚一起啊？你还知道难得啊？你还知道时间宝贵啊？哎，那平常怎么都见不着你人呢？不是说你都学会做西餐了吗？那妈妈怎么吃不到一顿你做的西餐呀？净干那些不靠谱的事儿。我说还是你说呀？就是啊，谁说呀？哎，你说。贝贝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和你爸爸呢要去国外。去呗，好好玩，好好度假。度什么假呀？是给你妈妈去看病，顺便疗养，需要1年的时间。妈，你什么病？怎么没告诉我？没事啦，女人的毛病跟你说干什么啦？你又不懂的。其实呢，就是边治病了，边休养了，就是花钱花时间的事。吓死我了你！那怎么着？陪你一块儿去？用不着你陪。你要真的有孝心的话，就把上海的公司替我打点好。你妈那儿有我，她的老公陪着。呀，看把你能的还！贝贝，妈妈跟你说哈，你呢不要有压力，因为现在呢，爸爸已经在找职业经理人来打理仁泰了，你呢就帮忙，做点事情就好。不过你不要觉得不做 CEO 了就可以跑到外面去乱玩啊。公司的事情你要学的，业务你要学的，商场事情你要懂的，因为仁泰以后总归还是要交给你的嘛，晓得吧？你找职业经理人啦？那你让我怎么办呀？你说，你这个 CEO 是怎么当的啊？公司有多少员工见过你啊？我要走1年的时间，我敢把公司交给你管理吗？哎呀，算了吧，什么 CEO 啊，就一假抬头，我还不清楚吗？那姓吴的又不肯放权，管法那么过时，你还那么信任他，你让我怎么办？哎呀，算了啊！公司政治我懂，你们怎么看我也懂。你明白什么？净知道吹牛。你说，你对公司关心过多少啊？你让我看到，不是去做什么西餐，就是什么打架子鼓，再当什么酒保。好，就按你说的，你那是去玩，可你玩出个名堂来吗？是这个年龄，也没带一个女朋友回家来。哎呦，你个大男人不要跟祥林嫂一样叨，行不行？哎呀，好了，都闭嘴！你们俩前世是冤家呀！一见面就要吵的。贝贝，你10分钟差不多了，走。好嘞，给您跪安了啊！告辞。忙，他忙什么呀？净瞎忙。那反正我就觉得他很优秀。他还优秀？除了不喜欢做生意。好，我跟你说了。SW 的张小鱼，我认识你吗？吴总，我们的方案已经给您报过了，但我还是想当面给您汇报。方案我会看，当面汇报就没必要了。OK。
开会呢，忙不过来。哎，那吴总，我等您哈。美丽的小姐姐，这个是我们新出的产品，给你一个试一下。啊，谢谢，不用，拿着吧，特别好看，你试试。哎，这个4号我没买到哎。是啊，这个4号断货了很长时间，下次有了新货，我再给你来一支。谢谢。啊，我在这儿等你们吴总，不会妨碍你工作吧？其实他出差了，不在公司。哇，我都来了3次了，他3次都出差。那你知不知道他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啊？这一次是真的。谢谢你啊。这2天他跑的最多的是仁泰中心，看起来不顺利。仁泰中心，老金的仁泰，是。太巧了吧？